海一间汽车零件的公司6号机械传出讲派去中国的厂长伫宿舍死亡，家属是指控讲公司杀责任，要求讲要还因一个公道。6号机械是表示讲厂长敢是因为工伤过身，中国的公安搁会调查，嘛强调讲公司应该负的责任绝对袂逃避。国内汽车零件制造大厂6号机械中日本厂透早货车无用出货，16号派驻伫中国已经过身的53岁姓钱厂长家属早着回照，来到中日总厂控诉钱厂长8月底伫宿舍过劳雄雄死亡，要求公司负一个公道。在大陆已经将近20年了。 突然就没了。他可以说是去那边开疆辟土的员工，我们也常听他说，每天晚上都超过8、9点才下班，这到底是怎样？公司那么忙吗？6号机械回应表示，针对其厂长敢是工伤，中国公安由案的调查结果会伫11月底出来，除了5万的定义，公司也阁会另外传保，会阁予家属大约200万的赔偿。后手交予法律调查，对应该负的责任绝对袂逃避。大陆公安都已经有在判定，家属也有在申请，那我们就等他的一个判定出来。 这种东西大家就比较不会有争议吧。许姓厂长出事的这个案件呢，我们后续也会尽快的邀请公司这边过来做调查跟说明。劳检处表示，过去4年针对6号机械30礼拜劳动检查中，违反职业法甲劳基法，无依规定发放加班费甲超时工作部分，拢总裁罚10礼拜。针对姓钱厂长宿舍雄雄死亡案件，也会请6号机械协助配合调查说明。记者综合报道。